祝大家平安，兄弟姊妹們，可能今下要到兄弟姊妹行道、祈禱按本人看戲，按冇意思，人家看是咁冇，我嘅見節講兄弟姊妹啲，以賽亞書43第4節也樣講到，因為到你按上等，在我嘅目標，每一人在上帝嘅目標按上等。世間你啲喺度，人看唔起自家，人看冇自家，冇問題，冇相干。自家在上帝嘅目標，十分上等，榮耀上帝講。我錫你，可能世間你喺度，自家本人唔舒格，冇本人錫，自家兄弟姊妹唔錫，朋友唔錫，上帝錫自家，自家按上等，世界嘅目標，所以自家唔冇。煩惱個肚，冇少個肚，係講本人冇錫嚟講，記得上帝錫自家。然後1哥林多6 20節樣講自家啲，因為到自家已經買了自家萬千了，買嘅意思呢？耶穌基督嚟到世間，是自家，屬自家，買自家，從罪惡拍到嘅方面，自家欠到罪惡嘅方面，佢嘅生命。嘅保險，唔係自家從呢個欠到取嘅方面，然後自家擁有上帝及自家嘅身體，即係讓人了上帝講自家按上等嘅目標，因為到基督買自家透過嘅生命，透過嘅保險，萬千了佢講，所以你講啦，兄弟姊妹莫愁莫懼莫擔心，自家在上帝嘅面前十分上等，1彼得1:18樣講到，因為到你啲講，自家已經基督贖了自家，從一自公體嘅身法，全喊自家計，佢買自家贖自家，未用金銀買自家，但係佢講在呢個1彼得1:19節，但係用上帝嘅血按貴嘅寶血，基督嘅寶血。都係買自家，贖自家，從一罪惡欠到嘅方面，唔想用一動物嘅血買，基督嘅血，冇罪嘅血，上帝嚟做了本自家，自家十分上等，才嘅目標。所以兄弟姊妹們，世間嘅喺度，自家上等記得，上帝錫自家記得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